祝隆中兄弟姊妹們平安健康快樂。那一家見到有2025年嚟了，我相信各人隆中兄弟姊妹要鋪排上前面愛讓班人嚟行，前面嚟工作愛讓班人嚟做，條路愛讓班做，侍奉主愛讓班人做。那我要嘅消息講隆中兄弟姊妹啲係講一個要謙卑嘅心嚟求主嚟肯定嚟聽嘅嘅路嚟行。照嘅嘅福音嚟行，熱天佢帶一個係心理嘅特性，因為到呢一個經書講約書亞1至5節，呢一個經節樣講，冇一個人能夠對付你永遠，像我甲無同在無三樣人，我且樣人甲你同在，嗱，我唔會冇隨你，也冇講병害你，嗱，呢上帝講係講我甲你同在。熱天節家要心理嘅邏輯，一上帝嘅話講，因為到上帝唔係병害一家，也唔係講冇財一家。約書亞1至7節咁樣講，即單強一個心會병強，心會병叛來，嗱，會注意一個行動，會照上帝嘅法律嚟行，會照一個命令嚟行，唔好要非常遵守啥，甲變盡要做少啥。單強照上帝嘅法，照一個命令嚟行，嗱，你都得到心理及特性嘅講，你係啊每度好要心理嘅如何得，要特性嘅如何得，嗱，即係讓自己係求上帝，係聽一個路嚟行，照一個真理嚟行，照一個法律嚟行，照一個命令嚟行，佢現代一個突節嘅問題，突節嘅痛苦，佢也現代一個鋪排上嘅工作，鋪排上嘅條路，但係呢，因為講一個依靠主嚟講，當然佢本一個聰明智慧，本一個心中嘅一平安嘅心嚟做一個嘅條路，鋪排一個嘅工作，嚟一個侍奉主，隆中佢為一個同在，現代一個，嗱係講一個依靠主，一個要心理要特性嘅路，上帝祝福大家，阿門。